国家卫生研究院调查发现，讲青少年食安眠药的比例适当特别偏低。专家是提醒讲，因为三 C 电子产品真普遍，造成青少年困眠不足，囡仔个成长，所以用药都爱特别注意。研究团队嘛呼吁讲，应该提供完善的医疗资源来降低滥用的风险。夜深仔煞困袂去，这是真侪受到失眠之苦的患者心声。最近几年，这个困扰也渐渐出现伫青少年的身上。国卫院分析2014甲2018年的数据，发现青少年使用定情安眠药的比率为2.4%，提升到0.8%。4年时间特别翻倍。国卫院副院长同时也是神经科医学中心主诊单位检认为，这甲即马囡仔的生活形态有关系。这个年龄层。在过去一段时间，很明显一个变化就是说，3C 产品的使用变普遍哦，所以你可以了解有很多青少年晚上使用这个可以到非常深夜。我觉得它背后可能跟他的生活形态改变有关。值得注意的是，青少年的非医疗使用率继续提升，可能透过同辈处置药物，也是无依照医生方法来食。单位间提醒，这代囡仔可能因为3G 使用普遍，睡眠不足。含伫对安眠药的瓦靠，也毋过伫成长阶段服用，那是影响脑部发育、认知甲学习能力，食调调的风险也未当疏忽。镇静安眠药的非医疗使用，其实也有比较高的风险呢。它也会用其他的成瘾性的物质哦，比如说酒啦哦。这款的情况并无局限伫青少年，中年女性同款是失眠的高风险族群。专家单位检指出。定情安眠药只是剂配尔，为青少年到女性的药物依赖，拢反映出生活压力之下温休。社会更加需要完善的心理支持甲医疗资源为高，才会当降低滥用的风险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